伊朗嘅反政府示威持續進行。Hong Kong News 喺星期二引用兩個知情消息來源，其中一個喺伊朗境內報導，指出近期政府鎮壓行動中死亡人數至少有12000人，而有啲估計甚至高達2萬人。據伊朗境內消息人士透露，根據全國醫療單位提供嘅資料，人權組織估計死亡人數最低12000人，最高可能達到2萬人。報導亦指，有安全部隊曾到訪德黑蘭多間私家醫院，威脅醫護人員，要求交出受傷示威者嘅名單同住址。Hong Kong News 未能獨立核實呢個高死亡數，但多個國際組織一直承認，官方或經核實嘅數字通常低於實際情況。另一方面，美國人權組織 Human Rights Activist News Agency（RANA） 表示，根據已核實資料，最近嘅示威中共有2003人喪生，其中大部分係示威者，亦包括部分政府相關人員。同日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呼籲伊朗民眾繼續抗議，他喺社交媒體發文指，伊朗人民應該為自己嘅權利而站出來，收回自己嘅機構，同時宣布在示威者遭受暴力之前，已取消所有與伊朗官員嘅會面。